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obe 陳煥樂，今年28歲，咁職業咧就係一名藝術家，咁都有從事咧藝術教育啦同埋藝術治療嘅部分嘅。我估我嗰陣時咧應該仲係好努力啦，咁樣喺度工作，咁希望咧透過錢呢樣嘅工具啦，可以早日咧去實現自己想要嘅生活啦。咁又或者咧嗰陣時經濟能力許可嘅話咧，都係想同朋友啦一齊開一間畫室。咁我最中意啦，咁其實一定係藝術啦，因為由細到大啦，我都好中意用畫筆啦去表達自己內心天馬行空嘅世界嘅。咁同埋啦，唔同形式嘅藝術啦，咁我其實自己都非常之中意。咁佢本身咧，咁其實就我覺得係好自由嘅一件事嚟嘅。咁對於我嚟講咧，冇話啱或者錯。咁所以嘅話，我係好中意用呢一種形式咧，咁去表達自己。我記得啦，我中一嗰陣時啦，咁我嗰陣時去返中學，咁嗰陣時咧心情咧都係緊張啦，咁但係又好興奮嘅喎，因為咧我終於咧擺脫咗咧小學嗰種嘅生活啦，咁去迎接一個新嘅生活，咁跟住啦，咁去到中學啦，咁都遇咗一啲好好嘅啟蒙我嘅藝術科老師啦，咁所以就培養咗我對呢一方面嘅興趣啦，咁之後啦，咁去到我而家咧出咗嚟社會做嘢咧，咁成為咗一名藝術老師，咁之後我都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咧，原來做學生係比較幸福啲嘅。咁就係我Form 4嗰陣時咧，咁就經歷咗一次都比較嚴重嘅失戀嘅經歷啦。咁咧，因為嗰陣時咧，咁我自己嘅話就都比較天真啦，咁以為咧拍拖啦，咁就係一生一世啦。咁所以嘅話咧，即係我都冇諗過會有分手嘅一日嘅。咁之後咁發生咗呢一件事啦，咁我都好記得咧，咁我嗰種嘅痛啦係行屍走肉嘅痛啦，咁做乜嘢都提唔起勁嘅。咁都影響到我啲學業嘅嗰陣時，咁都用咗好幾年嘅時間去平復翻個傷口咯。就係咧，我咧自己都有經歷過一個事業嘅低潮期啦。咁嗰陣時咧，其實真係都諗住想放棄藝術嘅。咁我好記得啦，因為我年紀比較細啲，就已經出嚟做嘢咁樣。咁所以變咗咧面對一啲嘅批評嘅聲音啦。咁嗰陣時其實我自己都會選擇去收埋自己咁樣嘅。咁同埋好多嘢啦，都係逆來順受咯。咁所以慢慢咧咁咧就變咗就越來越冇自信啦。即係都有諗過放棄藝術，即係覺得呢個行業咧有冇我啦？咁其實都係一樣嘅啫。咁講翻咁我點樣克服佢啦？咁第一啦就係朋友好有力嘅鼓勵啦，因為佢哋即係叫我千祈唔好放棄啊，佢哋覺得我係有呢一方面嘅天分啦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自己本身對呢一方面嘅熱愛，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去進修。咁透過進修啦，咁我都攞咗好多相關嘅專業嘅資格啦。咁同埋咧，反而咧額外仲多咗好多工作嘅機會喎。呢樣嘢其實我都諗唔到，所以我都好感恩。Kobe 仔，其實咧你行到呢一步啦，已經好叻㗎啦。咁希望你咧唔好繼續安於現狀啦，繼續努力咁樣咧突破自己，創造你屬於自己嘅傳奇。活在當下，及時行樂，珍惜眼前人。